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间米价店的头家娘，甲店门口的这个门锁起来，去变锁，佮甲这个7岁弟仔甲1岁外后生留伫这个店口。查拉看这个店内只有囡仔，就大胆叫囡仔开门，入去店内皮包摕咧就走。头家娘是赶紧来报警。这头家娘讲好你家在，这个查拉是摕皮包毋是甲伊的囡仔抱咧走。 男子经过一间店面，发现内面的只有2个囡仔，其中一个还搁咧漱牛奶水啊。伊比卡为首，囡仔以为是人客来，无方便开门。乌衫的男子入来了后咧，摕一个包包，赶紧倒出去。这囡仔拢硬气，然后伊讲书包无去啊。 囡仔哥哥迄当时去便所，伊一时阵还阁听无意思。2个囡仔真天真，搁伫咧看外口，男子走去对。哥哥发现代志大条啊，赶紧锁门报警。像我们自己的小孩1岁，他在现场就是突然可能被抱走了。 查拉叫囡仔开门，入来到店内偷摕包包，前后无到2分钟，这包包内面的现金卡、提款卡、信用卡算是超过1万，不过还阁算是真幸运。这查拉入来摕走的是包包，毋是掠走2个囡仔。